323良馬誕裝置，本會同仁承襲先賢嘅祖輩數百年來嘅良馬寶誕嘅演戲酬神習俗，從未間斷，傳承着馬國和下環嘅幫眾，以及整個澳門嘅社區嘅傳統信俗文化，運承着搭棚工友嘅工藝，以至粵劇文化。本人作為澳門馬祖信俗代表性傳承人，將會繼續會友群策群力，齊心籌辦良馬寶誕嘅演戲酬神活動，共同弘揚馬祖慈悲精神，以及傳承和保育澳門嘅非遺努力。再有請各位嘉賓上香行三拜禮，一拜禮，再拜禮，三拜禮，禮成。請上香。行三拜禮，一拜禮，再拜禮，三拜禮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情。一拜禮，再拜禮，三拜禮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。一拜禮，再拜禮，三拜禮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。一拜禮，再拜禮，三拜禮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。吹㗎，個掛都擺喺度咧，擺唔緊要咯，擺。亦都預祝我哋今年乙年嘅天后元君寶誕順利。再次感謝各位出席今年神功戲嘅戲棚開棚儀式。戲棚作為籌辦神誕和上演神功戲嘅重要場所，體現咗中國嘅傳統建築智慧，還展示咗搭棚師傅嘅匠人精神。在此，我代表本會衷心致謝各位搭棚工友，每年搭建嘅神功戲嘅舞台，為每年天后元君寶誕錦上添花。在此感謝各位搭棚工友和今年出席各位來賓。最後祝願戲棚搭建順利，祝各位財源廣濟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多謝。今日呢，就係我哋每一年嘅3月23天后元君寶誕嗰個活動嘅開始搭嘅戲棚。咁就我哋就每一年呢都會馬國水陸演會嘅同仁呢，都係盡力去做呢個活動嘅。嗱，舊年呢2024年呢，我哋就同咗旅遊大學啲師生呢做咗一個馬祖信俗嘅座談會。今年呢，就我哋會繼續進行呢個活動嘅，就喺4月7號喺旅遊大學嗰度、澳門嗰度嚟做呢個座談會。嗱 MGM 咧，佢哋係活化馬國堂區咧，佢哋都同我哋咧會繼續每一年咧都有合作，想搞旺呢個馬國。今年嘅演出咧，梗係希望演出成功啦，觀眾讚好啦，就梗係樣都順利。